好家在，一个互惊昏去，一个互惊戆去，拢无加着。进来啊！小奶奶甲小夫人呢？你去讲啊！伊安怎啦？我伫咧遮啦，鲁比。哎呦，阿某诶，你有安怎无啦？哎呦，无代志着。你创啥啦？我看伊去互加着无啊？无，人拢好，一点仔伤都无，我哪有可能去互加着啦？是啊，无代志啊。小奶奶，你无代志吼？秀秀，我无代志啦，你别烦恼。好家在，你们只有前天的人被咬，后面人都没有，我们赶快去追吧。哎，唔免去捉咯。哈？唔免去叫，你家死这么济人，谁免叫？系啊，是啦，圣经啊，我叫你哦，赶紧甲伊收好，莫互伊搁再害人啊啦。哎，我唔是讲无要甲收好，只是咱啊唔免去甲捉咯。是安怎讲咧？因为，秀秀啊，来，你过来食。哦，无咯，秀秀，你莫走，你若走我会惊。小奶奶，你唔免惊啦，有叔叔伫遮陪你，无代志啦。无代志。我看代志大条咯。姚姐，俺赶紧献出关庭。好，圣经啊，你莫怕啦，这阮某呢？啊？这个恁某？是哦。哎呀，恁某进前对秀秀是百般的不满，嫌东搁嫌西，如今对遮尔啊友善，头拄我伫遐要甲叫过，伊敢若袂使哈！啊，你看，安尼这个感觉是恁某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哦，这个千年尸怪只会咬人吸血，它不会借体附身啊？难道它吸全了10000个人的血？啊？小等，我看嘛。你内面，你咧做伫巴肚内底。好眼力，想袂到，你这小和尚竟然看出来是我。这是当然的咯，因为我无像你目睭叫青的，你挂着喇叭，看得出是我和尚啊。千年尸怪还不现出原形！你终于献出关庭了哈！来，你快呀！走哪里去？去！你是做干的？迄种两个混子哦，我耍你赢去，我这边代志大条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好，千年尸怪，来！叔叔，这个时候你牵把过来，你这个唔可以走啊！这条那用手，你就甲绑起来，加油哈，加油啊！他丢了，我们顶不住了。啊，你哪唔进来？进来啊！
啊，你问你家己是安怎哈？好啦，兄弟，阮吼就是讲讲伊个这网啊用破的，所以吼，阮两个先试一下啦，对吧？这嘛无破啊，哎，无喏，安怎？我免底去，哈，我来讲，我较勇敢，所以吼。我后壁保护你，你先去，哈！我是我老师兄，你死都未改呢。如果你唔敢去食，你将来你若唔甲你教讲咧，伊都讲到要哪改，告诉你了，错哎，对啊，到时阵啊练课哦，你要加时哦，后面哦以后再来加我啦吼。对，我回家。我加时，我加你头啦，我加你头，你骗我变惨呢？哼！快我讲的拢是真话啊。真话不会发歹听哦。我们拒绝。是吧？我看咱免客气啊，咱到外口吼，替看头就好，吼。敢是这样？咱若是做差啦，顾什么头？唔是啦，我意思讲哦，咱入这外面吼，把这个蛛丝网嘛，甲舔开。等你个习惯是走出来，我怎啊讲？好不？吼，好，等来走。奇怪。奇怪！吹掉吧。无呢，你有无？无嘞。我这边嘛无呢。奇怪，厝头拄我找到怎啊？找这久拢找到。是啊，你想要走去倒？除了我，他拖手短裤啊！哇！想好了。你头毛敢若乱呢？哈！哦，这干嘛做长来了？所以啊，你来，把东西往开开，奇怪来了。我们赶快去追吧！别动倒霉了！免啦！我这师兄真正是心术不正，败事有余啊！一生哦，互伊甲习惯小算一下，来歇分者。你给我气死！快点，限住他的视线，否则前功尽弃了！快把他抓住！师兄，快起来，来救主人死去啊！姐，你叫我去无？我才袂。紧啊！我这无导说予伊啊，你还唔进来等我去吸你的血啦？哈？你吸我的血哦？紧来去啦，我这个就掉啦。师兄，记得你是要阿妹，记得啦。紧啊！好啦，我来。我较衰，我出事没有？我死怪啊！了。紧退，紧退！
消灭了，消灭了！死官，死官！哎，你敢无代志啊？免惊。我是讲哦，这千年丝瓜的嘴哦，烧到臭的啦，那真正哦，你可能几千年冇咧洗嘴，哦，臭到要死，我嘛叫激死咧。复杂嘛，嘛都臭啊！你等去洗来时阵吼，喙加洗去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罗海呀，哎，张大人，哎这届丝瓜已经消毒了，那安尼，这个人情我也欠你咯。罗汉呀，白灵，这次承蒙你们2位的相助，我才能够回去交差呀。哎呀，实在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啊！陈将军，免客气。有空到下面来啊！歹势，阮无想要落去，阮想要去，拜拜。告辞。哎，向会长，啊，代志完成啊，我要来走啊。哎，等，你爱搁帮阮师兄者。啥爱我？因为张大人讲，你修炼的是阴气，只有你会当帮阮师兄伊体内的湿毒甲吸倒出来，所以就麻烦你啦。喂，袂过是迄种咧，绝对做啦吼。你要啥想啦？同志，你无代志啊？对啦，好，咱为着吼要甲监视事情咧，浸个注意水，好，害我咧洗一大堆的注意啦。咱即摆吼，赶紧倒来市内，咱来去北藏啦，扫鱼啊啦，做粿啦，剩的哦，甲摕来做八宝糯米粥，互大家食。赞啊！非常之好，体有毒的注意互食。嘿，到不到？真怪。